升降機故障，有人被困。第一步，接報有人被困在升降機內，保安人員迅速確定是否有人被困，並使用閉路電視監控升降機內情況，與被困者保持通話，告知他們將會有救援人員盡快到，安撫情緒。詳細詢問被困者的情況 ：A. 被困人數 ；B. 有人不適 ；C. 是否有人呼吸困難等特殊狀況。第二步，立即通知上級，立即向 Control 報告。保安主管需馬上通知工程部及客務處負責人。Control 人員立即通知升降機保養公司24小時緊急救援中心，要求派遣專業維修人員到場救援。若被困者中有人身體不適或遇火警等危急情況，應立刻撥打999召喚消防及其他緊急救援部門協助。第三步，封鎖現場與保障安全。主管安排人員在現場維持秩序安全，限制無關人員靠近故障升降機，並標示故障、圍封，以避免其他人使用該升降機。確保升降機被鎖定及標示，以防再度使用而造成進一步危險。第四步，被困者救出與後續處理。被困者獲救後，需詳細詢問其身體狀況，提供必要協助，記錄整個事件的詳情，包括被困及救出時間、維修及救援人員到場時間、相關車輛、消防、救護、車牌等資料。如被困者自行離開或不配合，也要妥善記錄作為備案。第五步，記錄事件經過 （Incident Report），詳細記錄接報時間、處理措施、指示及事件發展，以備後續報告。仲要備註日常預防與管理，確保所有保安及管理人員熟悉升降機緊急救援流程，與保養公司保持良好溝通。定期測試升降機內緊急求助電話功能是否正常，以方便被困者緊急時聯繫。